在地人在地前来看婚姻的消息，真热人会经一寡好结条的数字做定的号码是车牌号码，即马连厝嘛有出现有结条即个数字。这个婚姻到了有几排即个联动的别种啦，外壁设计就袂出是规罐的数字的9，看起来有成，引起大家咧讨论。有人感觉讲这12位数字的9，袂出是伫表示即个黄金的纯度；有人感觉讲敢若是现金9000几亿；有人讲这是代表长长久久、久久长长。伫斗六工业区附近，正几排透天的别庄，特别显目，因为这厝的窗仔甲大门的外径，看起来就亲像一个数字9。而且这透天别庄总共有12间，对远的所在看，这数字是9999、9999、9999。对，很漂亮，不错。网络引发热烈的讨论，有人讲这一连串9个字就亲像计算机歹去，嘛有人讲亲像是电话点击无敌的 boss， 也阁有人讲像迄纯金9999，也是大笔的9000多亿的金额，嘛人讲伊是代表等等久久。你说差1块钱就怎么样？一兆9999亿9999万9999元啊！那一个火车头拉着我们这排房子这样滚滚的往前这样。真侪人这电话号码，或者是车牌号码，拢会更较吉利的。即马连厝嘛出现吉利的数字，正做当地民众热门的话题。